好，第一隻機器呢，大家聽錯，一聽學起來就是這什麼什麼多少錢呀？乜嘅幾多錢？去買菜嘅下，聽錯，我假使去傳統市場，我問嘅豬店嘅，到豬店嘅時間，問嘅豬店嘅頭價，我日豬肉，今日賣幾多錢？哦，去菜販嘅下，日拍菜，今日賣幾多錢？哦，一天呢句話，我攞佢學會來，喊擺去傳統市場哦，中上中下，哦，唔可以有人主動嘅，因為人嘅幾多錢就問唔出來，梗唔是買嘅，係冇。好，下擺就大家向下來學。呀，幾多錢？呀，幾多錢？來聽下男士演講。呀，幾多錢？呀，幾多錢？翻譯意思係這多少錢？這多少錢？比如講，呀拍菜幾多錢？呀拍菜幾多錢？聽下男士演講。呀拍菜嘅幾多錢？呀拍菜嘅幾多錢？這小白菜多少錢？這小白菜多少錢？呀翁菜幾多錢？呀翁菜幾多錢？來聽下男士演講。呀翁菜幾多錢？呀翁菜幾多錢？這空心菜多少錢？這空心菜多少錢？呀角菜幾多錢？呀角菜幾多錢？聽下男士演講。呀角菜幾多錢？呀角菜幾多錢？這菠菜多少錢？這菠菜多少錢？哇！有白菜，有角菜，有翁菜，按多無窮樣嘅菜，大家都學會咯。樣板型去問頭價，價是幾多？得得幾多錢？幾多嘅人嗬？下擺咧，我睇過一套細細嘅短劇，啲市場行。冇去市場可以買東西嘛？假如講到而按不呀，我主動多嘅東西，甚至係做幾亂搞，都得而佢托嘅食材價下，樣板而去問頭價咧，看下去了。